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其實一幾年，他講人的壓力越來越大吼，其實佢當然都會注重到我哋生活的品質。可是佢有必要的時間，好都希望講可以我哋鄉下去留了。同時，我哋一幾年會對食物的一個品質的安全，嘛佢有要求吼。可是他講因為希望說，去我哋鄉村留了的時間。唔單止去欣賞我哋貴江嘅風光，同時嘛，我帶去我哋農村地部一啲健康嘅一個食材。啊，你今日咧講嘅主題都係講我哋有一啲人強語嘅陳南期和陳南期，以用一啲農村產品嘅方法，唔單止甚至帶動我哋在地嘅農產品嘅一啲市場，同時嘛，把我哋附近咧好一啲小農啊，有搶過來搶下來參加一啲。一啲產品，但是有啲產品呢，除了喺食東西以外嘛，會看到人哋無強嘅表現，係多得很用嘅做咯。啊，你今日有搶到來賓，除了南期以外，還有外地嘅美農福安里嘅里長，啊，顧年奎顧里長來到現場，也同人講多得一經驗，而且美農都會做乜嘅事情，我哋馬上翻嚟聽我哋聽朋友，我哋陳南期來到現場，南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的陳南期。好，我頭先我哋講嘅我哋福安里嘅里長顧年奎顧里長嘛，來到現場，里長好。主持人好，在場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來自高雄市美濃區福安里，擔任福安里嘅里長，大家好。今日會分享兩位來到現場哈，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其實農村產品一件事情哈，農村餐會這件事情，其實喺貴州以前我哋都會有幾多地方都有辦過嘛個瓜棚下的餐會啦，葡萄藤下的餐會啊，這東西其實喺總鋪，譬如說在台中，好，我們曾經也去過一個葡萄園，它本身是做葡萄酒的。然後我們也去，它也有一個那種類似像宴席一般的葡萄樹下、葡萄藤之下的一個宴席，然後也是品嘗他們自己的釀的葡萄酒什麼之類的。咁問題係講，譬如講像喺南部吧，其實一幾年呢有談到一部分我哋講農村餐會的那個事情，第一部分我想問一下南期哈。你當時怎麼會想要來開始辦這樣類似的農村餐會這樣的一個活動形式呢？好，因為我之前有開過餐廳，那我那時候在開餐廳，就是我自己本身都會跑到產地去找一些農產品，找一些食材。那剛好就看到一個農夫，他把那個南瓜，剛好種在頭上，那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他沒有種很高啊，我那時候就蹲着進去看的時候，我發現那個南瓜的葉子啊很大。然後南瓜垂吊在上面，那景致我就覺得還蠻漂亮的，那氛圍很好，對，很好。然後我就想說，這個可以來辦餐會，因為我本業是做葡萄酒，那時候就是很常在辦一些餐酒會，我覺得這個景致如果抓來戶外辦的是，感覺一定不錯。那我就因為這樣就請那位農夫在隔年，我希望他把南瓜種高一點，然後我就開始去辦這一場餐會這樣子的。對，因為從頭先我哋南期講嘅話，伊講係看到一啲金瓜田嘛，在金瓜田底部也感覺到其實幾好。因為從我們那個時候去台中的時候，那個在葡萄藤下那種感覺也是很好。可是我一直會有的問題就講，像你說你自己本身是做餐飲嘛，對不對？那可是這樣子的話，等於是說當天的餐是由你來負責，那餐桌這些呢，是誰來負責這件事情？餐桌或者是餐盤的一些準備啊，或者是一些器具。第一年，其實我在第一年的時候，那個農夫他把那個景致做出來之後，其實他在整個營造的過程當中，我都會一段時間過去看。那後來我就開始決定我要開始辦。那第一年呢，我就一天找了20個朋友，2天40個朋友。然後那時候剛好那個台灣愛巴士的那個楊董，他知道我想要去做這個事情，他就免費贊助我一台那個中型的遊覽車，然後我每天就載着這些客人，然後還有我的廚師，還有我，然後後面就放着桌子，然後就直接司機就帶我們直接到我要去辦的地方。那個過程當中，其實有很多客人，那些朋友他們都說，為什麼我是要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因為他們會發現，整個路程越走越偏僻，然後我就也是一樣，就照着我原先的計劃，就直接到離港那個明利度那個地方。那到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們看到，就是一個網室，那他們就覺得很偏僻。然後我說，那你們不用擔心，等一下我就把你們就進去網室裡面就知道了。那就因為這樣，他們進去之後，大家就瘋狂的看到那個景致，就一直在拍照。那我就開始在那邊擺餐桌，廚師在那邊
做自己在烘焙的那个场域，自己在那边整理，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拍照，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去进行这一场餐会。因为从我哋来讲吧，等于讲，把我哋嘅人客带到我哋平常农村，会看到一个建设地步，去一个现场去示范。那你觉得说这样子的一种形式的餐会，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其实吸引他的是因为场地变换了吗？还是说，是因为他所吃的那些菜肴，其实跟他们所处的环境，其实它的密切度是很高的。其实办这个餐会啊，像我尝试到第6年了嘛。说真的，我觉得客人会去，最主要真的是场域的氛围，这是最主要的。那至于呢，餐桌上面的东西是，你每一年去办这个活动，成长空间最大的是餐点，户外餐点，你要去慢慢，我每一年接收到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反应，都是在餐点上面。那这个也是造成我每一年一直下去，让我成长最快、最多的就是在餐点。至于场地的氛围，说真的，在场地的氛围其实那个是固定式的，只是说你可能用不一样的南瓜的颜色去改变。那还有就是整个活动内容的增加变化，这个才是可以让客人，我实验到现在第6年为止，客人回流。像我们今年第6年，我们的客人回流就已经有将近600多个客人回流了，当年度参加回流的客人。所以说呢，这样子等于是一路好了，你做差不多6年嘛，哈。那这从6年里面，你从离港开始，后来你还去过哪些地方办过？台南善化。台南善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域？台南善化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农场，很大的农场，蛮大那个农场，好像叫八甲地。那我那时候在那个台南善化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个长辈带我去看那一个地方。其实我说真的，我办南瓜餐会办到我只要每一年办完，都很多人都希望我去看他的地。他希望我把他的地改成像我这类似这样，他都活化它，他们很希望我去，所以我去看了很多地。那后来会去善化，是因为南科，我是看到南科这个商机，因为我觉得办这种餐会，最主要的客人来的客人几乎都是在市区的一些客人，因为这个有相关到一些就是食欲这些观念，他们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小孩来参加。那到善化那个地方，也是我自己亲自下去种南瓜的那一年，但是我失败了。但是失败当中，我没有把它种起来。但是失败当中，因为你也是要继续办这个活动，所以你就会开始去想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场域的氛围再做出来，所以又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呈现了。所以每次你在办这个活动，就算你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可能你脑筋再转一下，你又弄出不一样的氛围了，反应也是又不一样的反应了。可是等于你讲，其实你睇下冇看到地方地步，你一摆攀黑以后，其实我几多地方，那你如发现到有压发通了，或者主动联络，但是为什么后来会选择美浓呢？会选择美浓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客人，他去参加我的善化那一场，那他就说他在美浓那边有一个地。那我老实说，那时候善化本来是我以后要进驻在那个地方了。结果后来是因为跟地主的合约，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地主他可能年纪比较大，他就不想出来跟我谈那个继续签那个租约的事情。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再等他。然后我就想说，刚好美浓这个客户他请我过去美浓，那我就自己开着车去美浓，我去看了2次，我就决定在美浓这个地方了。因为喜欢什么特殊人文，还有整个地域景观，就是看到那个山林线。我就喜欢上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在福安里，好，也部分啊，人摸啊，在里种啦哈，因为呢，其实人怕唔熟悉伊啦哈，这样唔是。伊其实去那个地方拍伊这样的某个南瓜餐会，其实有相当讲也是那一类的面膜，你其实想法用的呀？想唔到，因为之前就透过一个推书，你家讲约嚟拜访嚟啊，讲也譬如嚟拜访嚟，拜访你老嚟講。我講伊如果我去參加人咧，迄度咩去試下嗰種嘅氛圍，我冇去過咩，可能用去呈現。假使伊今日講一個誠意啦，伊也看到人安尼表現對我哋那個可能我哋農村啊，可能有發展有認受，會帶到我哋安尼嘅村民啊，
可能會有安尼個有傳承嘅機會，比人傳過安尼傳過有錢安尼心態啊。你幾時鐵擺參加時，我感覺到講，一參飛都係啲農飛安尼，聽安尼農村安尼攀都係有意思聽啊，你幾時有乜嘅感覺嘛？前的時間我感覺上啊，還是我講安尼一個東西一般沒安尼上岸人的識的呢，因為安尼上岸人做工的人都是一個粗暴天天的，沒，伊主要是個環境啊。食嘅東西都食唔飽咩？你主要食嗰種粉味感覺安尼環境咧，氣氛安尼感覺嘅啦。其他有講嘅問題啊，可能有安尼一道小型嘅農民種嘅菜啦，如果冇嘅女兒嘅俾人傳本來啲農民啊傳達一些情況安尼。我講安尼幾有意義啊，來帶動安尼我們當中可能有需要乜嘅天數冇。當初古里長有講到一件事情，都講，一時間如何邀請在地的小農進來嘛，哈，就是說一方面可能是使用它的食材，同時在附近的市集上面也是展售他們的產品。那個時候為什麼會考慮要去跟在地的小農做合作？因為假如說我從在地小農，說不定也沒有比較便宜啊。其實我辦這個活動啊，我已經不會去在意食材的單價貴不貴什麼的。其實我要的東西就是我當地的東西。然後還有它有產銷履歷，它有一些食材認證，然後一些無毒的認證。我要的東西都是這些，所以其實我辦南瓜餐會的活動，我的食材的成本都是比單價都是比較高的。那在整個你這個活動在辦的當中，其實我從在離港善化到美濃，我都有去拜訪，我都會去農委會的一些產銷履歷網站那邊去看一些農民做的東西，什麼他養的東西，我都會去觀察去看，然後親自去拜訪這些農民。那你在拜訪的當中，你就去認識很多農民，然後像一些他比較大型的一些農畜牧的公司，好，比如說他自己在養豬，像泰安啊，或是像祥普啊，就是一些比較大型的，他們那些老闆，一聽到我這些理念，我遇到很多老闆，他在我辦的過程當中，他都是有支持我的，包含說贊助我食材，然後或是給我很便宜的價格，就是讓我去把這個活動這樣辦下來，所以我在這個辦的過程當中，其實我也是得到很多這些在產銷履歷方面的一些廠商啊，給我很大的鼓勵。嗰個初我哋講嘅，其實我哋講嘅乜嘅金瓜伊嘅產品吼，其實伊最主要嘅係幫我哋鄉下人個安全嘅食材，睇幫我哋消費者。首先下我哋鄉下嘅賣有嗰度國際菜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上節目我就來自屏東嘅城南區，還有來自我哋美濃區嘅古里長，同人講，伊哋當初很樣開始推我哋農村產費嘅。我說想問一下南區哦，因為其實當初其實你從離港，後來到了善化，後來現在到美濃，那現在美濃算是你的基地了嗎？對，現在是固定在那邊的基地了。那所謂的固定的意思，就是以後就會在那裡辦類似的這樣的餐會，它等於就是一個戶外式的。餐廳形式的嘛，是這個意思嗎？對，它是算，餐廳是還沒有走到這樣，對，因為它這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因為會受限到一些氣候嘛，比如說夏天那個沒辦法辦。那美濃這邊是一定是有基地，因為像現在已經第二個場域也開始在動工了，對，就是會固定在美濃福安這個地方了。對，你剛剛說其實夏天不容易辦，也就是說它本身這一年裡面。它並不是每個假日都可以辦，或者是說每個季節都適合辦。是的，是的。那它比較適合的季節呢？它比較適合的季節就是秋末到春天的初期這段時間，那可以辦。秋末到春天的時間，春天的初期這一段時間。那大概我們入秋的話，大概就是8、9、10、11、12、12。等於大概4個月不行啦，就是夏天最熱的那個時候。差不多有6個月，有6個月不行，一半不行。5月差不多像4月下旬到10月初應該都比較。因為南部還是比較偏熱一點。偏熱，那還有梅雨季節，梅雨季節。但是南部台灣好像能辦類似這樣的餐會，應該就只有南部可以辦。
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种活动，你最适合办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如果台北在这个它会下雨，没办法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了，以南部来说，我们通常偏干冷啦。对，我们会以冬天来说的话，我们南部的天气是偏干冷的季节。那这样子的话，假如说你以前当基地，因为我知道其实网络上可以查得到一个叫做府东影园嘛，是的，这就是你的基地的名字嘛。我这个类似影园系列，其实我最主要是有副营业农上事业。那农上我就是我当初会取名农上事业，是我想要把农业做得很时尚。对，所以才取了这个名词。那富东影园它是一个影园系列，因为我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园、什么影园、什么影园，这样不同的地域去用不一样的名字。因为你头都讲了一个关于 tip 类的东西，讲把农业用得很时尚。这件事亚基发虽然唐死了哈，这4个字我们都听得懂，把农业用得很时尚嘛，农业很时尚。可是做法，什么叫做把农业用很时尚？因为人家会听起来就说很时尚，就会代表你是不是要把单价拉得很高，还是说会变成高不可攀？那你的做法是怎样？时尚这个东西就是我不会让现在农业其实老实说很多就只是买卖的一些过程。那我办这个活动，我已经几乎可以把很多市区的一些艺文，把学术，然后把一些像销售、小农的陈列这些东西，我都渐渐已经把它抓到我的活动里面了。对，那你在参加我的活动，你会觉得说，它是很多东西是进来一起去做，让农业这个贩售、把这些农产品的一些销售，用不一样的形态加进来，让它更多元去做销售这个动作，包含像美浓147号米。那其实我都有把这些东西的一些包装，包含那种质感的提升，我都有把它做起来。而且我那种包装不是像一般我们在外面买那种农产品，它就是一般，我甚至都找一些设计公司把它做得很时尚。所以说等于是说，因为其实你刚刚在描述这整个过程的时候，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说，那这样子跟我们的农夫市集有什么差别？我们农夫市集也是各个地方来的小农一起来这个市集里面卖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你的意思是说，透过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包装，去把这些其实可能是本身是小农或者是有生产履历的这些农产品，透过一个包装的方式变成不同的一种算是农业的产品。那这样子的第一个包装的方式是谁来负责？你负责还是小农负责？还是说其实你是把它整个收购出来之后变成就是他们是提供来源，然后你把它包装成一个新的产品？小农方面提供来源，我去帮他包装这个产品，也是有这样做。那也有我自己创立的品牌，我自己去包装。那其实小农市集是我这几年来办活动到现在，我敢说它是我最难突破的一块。为什么？第一，你要办小农市集，你要把它做起来，你必须要有人，那个人就是人潮要进来。但是讲真的，我的活动，我觉得我一场办个100个、80个，老实说，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消费水准，那个消费的金额高。但是呢，小农他会觉得说，你进来个80个、100个，他觉得人数不够多。所以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的小农的进来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我在第6年之后，我已经开始决定，我另外一个场域，我要把价格往下拉。我为啥要往下拉？因为第一，我觉得食农这种东西就是要让很多人都可以参与。因为在我这几年当中去接一些定位，我也是有发现一些客人，他在跟我反映，他只要一听到价格，他不敢来，可能他的消费的意愿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也看得出来他很失望，就是他不能来。因为他曾经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只来参观？他不要消费。然后也因为造成这样子，让我想把价格往下拉。但是当你往下拉的时候，你人数就会增多。那你人数增多的时候呢，你还是一样可以推出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因为你人数增多，你的消费性也就会增加。增加之后，你所办的这个活动就越来越多人参与，然后搞不好我可以在小农市集这方面我可以去突破。那小农市集呢，讲真的，我想要突破它就是在陈列，因为像我们在都市看到很多一些大卖场或是一些百货公司，你发现他们的产品的陈列真的是有的做的真的很好，那些陈列会增加你消费的意愿。
让我去看到台湾很多小农市集的一些陈列方式。老实说，我觉得他们那些小农市集的陈列方式，他们每一年的玩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对他们的收益的增加不会很快，不会很快。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去做改变。那我是可能就办这个活动，去让我的小农市集慢慢有一点文创感，有一些时尚感。因为像从东亚的南皮安的讲法，就是讲其实对在地的小农吼，伊很用买东西，伊都讲到你用去摆东西的啦，吼，迄用去摆东西，希望讲可以买个吼。咁你这个作为的李总来讲法，伊可能当然对屏东来，吼，要摕下潘上飞，要希望投到小农，你这个有感觉到有影响？我是感觉上啦，因为我那个吼，也都农民啊，我本身也做农。你种乜个呀？我种从前我种的米，147的米，我种差不多1.8。今我目前我种的，我都是蛮多啲行的研究方。我本身做理做，我本身就搞些耕田，弄路皮，我全部弄自家咧种，自家咧做，因为我都做农的人啊。所以我感觉上，从一个农家就看田吃饭啦。不到一个从前研究嗰度无嘅，多一点嘅度啊，咁樣度，所以我每日做啱一定要看無嘅。加水嘅有乜嘅毛片毛咁樣度。主要你這個很農民嘛，哈，這個是農民。做影響，咁伊頭都講過幾多東西。你這個因為農民來，伊的身份來講嘅話，伊有講到人的痛處。譬如講人的行銷問題啦，人的賣出去嘅米嘅問題啦，因為講嘅東西有真的有天數到人。有啊。你要講點樣咯？我那個米，就是都買一檔好啊！147的米，都參加發嗰啲三星獎嘅，有得獎嘅啊！米其林三星獎，我那147的米，佢目前米咯，數一數二嘅米，真是也好食，也健康。體嘅叫做有認證嘛，個體嘅所以講有冇一個米啊？對，中國有那個特別一種小米，個有健康的米，絕對有經得起考驗的東西。他個是那麼講好。咁你這個中國米有可以給邊個地方買嗎？有啊，伊種嘅同埋都包裝咩？我中嘅米有哪一啲包裝？路皮咧，我也種路皮咧。種嘅路皮咧有種嘅都有本身都種嘅都買我路皮咧。我現場嘅又有人客來同我綁路皮咧，都增加我嘅迄種咩嘅收入嘛，咁樣種。那其實我覺得現在，因為這不是剛好有農民的身份的里長在這邊嘛，哈，其實就是我一直覺得有一點讓我覺得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說，譬如說像以這樣子里長，好，我們先不要說他是里長了，我們先說是農民來說好了。你當初是跟他談說我要包裝你的幫你包裝米，幫你包裝蘿蔔的時候，你是怎麼去跟他談，或者是說當時是你要怎麼去讓他覺得說，其實你所做的東西其實是為了去行銷他的產品。其實也沒有特定行銷的那個股里長的產品啊，就是有吃到他的147毫米，那有吃到，他你的意思有吃到的意思，就是在你們的餐會裡面有用到這些，我都會抓進來。其實是有吃到，確實是吃到這個東西。對，幾乎進來的東西有吃到的東西，我都會發現反應特別好。像我今年的梅乾菜就反應很好，我就會開始想我明年怎麼包裝它。因為在增加客人除了來這邊消費以外，他還可以帶回去。對，那帶回去怎樣呢？就像我的現在147毫米，因為我本身是福倫舍友嘛，我們舍友我每個人送他一包，現在一堆人在跟我訂啊。那他那個包裝做好，做真空包裝，然後有故事，包含上面的那個 logo 啊什麼，那個都有故事的，所以都做到這樣。等於是說。不管是今天來的客人，他其實在你的餐會裡面都可以吃到，現場吃到之後，他還可以現場去買到他所覺得很好的東西，這是一個方式。第二個方式就是說，透過不同的管道去把這些優良的農產品去推廣出去。那可是問題是，像這部分的東西，其實我們的農會也做了很多，譬如說我們做了很多行銷啊。那你覺得傳統的行銷方式跟你這樣子利用餐會的方式的行銷方式差在哪裡？我的比較直接，我的比較直接。有吃到。我說真的，他們一吃到，真的就會出去市集那邊買，這是我實驗過，餐會辦到現在很明顯的。等於是說，其實以餐會的這個形式，其實是讓我們去認識不同的人，甚至讓不同的人有機會來認識我們美濃那麼好的農產品。對。嗰個其實產品食飯一件事情，其實人哋在調，最主要希望有一個調。
帮我哋认识几多人，同时嘛，帮几多人来认识我哋米农好山好水的好农产品。休息下哦，等下我哋买嗰度过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南期还同我哋的闽农期的顾理长同我哋讲，当初要传递香pan的同时，要同我哋在地的小农去做一个讲哈。南期，因为其实你这样听到完之后，我会发现说，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可是我想，最主要的是它的价位大概多少钱啊？今年的价位是在1600多到1900中之间。那这1600多到1900中间的差距的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是1900，有些人是1600？活动内容，然后还有餐点的内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什么所谓的活动内容是哪些？活动内容就是我1600多是当初是星光场，是晚上。那它的一些表演节目就比较简单，就比较简单。那1900那边1800那它的活动会比较多，但是其实讲真的，我其实活动办到现在来，每一个场次的活动内容有时候都不一样，就算你参加的是一样价位的场次，为什么？取决在参加的人数，如果那一个场次报名的人数是真的增加很多的话，我大部分都设定一个场次是60个人啊。但是如果那一场的报名人数是到80、100，我会在活动内容上面我会去加码，那还有就是我在表演活动方面，我也是会给一些，像我今年就把偏乡，像我找了春日国小、屏东春日国小的鼓谣队进来表演，那我会让慢慢也是开始去想说，有一些偏乡的一些表演团体，也可以纳入到活动里面，因为我发现客人反应很好。反应特别好，等于是说，其实在这边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南瓜餐会，它不仅只是来吃饭，对，是它其实会欣赏到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表演，而这些在地文化的表演，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在地的一些偏乡的小朋友啦，或者是一些在地一些所谓的文化行动者来到你们现场去。那这样子的表演内容，当初是怎么去取决的呢？就是说我这边这一场会有什么样的表演是怎么样去取决这样子的一个谁来表演，或者是表演的形式？我都会自己去找，我都会自己去找。那因为也这么多年了，大概都知道手上其实有一些名单的啦，都有一些名单。像我也曾经在第5年，我找了一个类似于就是新古典室内乐团，他们做一些舞蹈的表演，他们是很静态的舞蹈表演。也有曾经在第3年找声乐家，反应都很好。那几场表演活动结束之后，你慢慢开始会去想说，表演节目其实是对这个活动是真的还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互动，看到客人跟这些表演者的互动，发现他们是得到一个觉得花这个钱来参加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声乐家或者是古典乐的那种展现的时候，就大家其实是接受度是高的，这一点是有一点让我蛮惊讶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可能觉得说这种餐会可能就是会需要这种很欢乐的气氛啊，小丑啦、讲故事的人啦，或者是还有那种非常会搞笑的主持人，结果所谓的唱声乐的那个，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可以听到这种东西，其实是很特殊的。其实一开始声乐家那时候是张瑞芬老师，那是新古典室内乐团的团长陈曦老师，他找他来的。当初他给我建议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比较不大适合，但是我后来想说，因为他有来很多场，我想说，他应该是从里面有去发掘到一些觉得不错的展演，可以把它放到里面，我就让他去做。后来发现效果非常好，因为张瑞芬老师他全部唱的都是一些比较乡村的一些曲风，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歌。那个共鸣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因为头先我哋咱其实已經有講到講，其實伊咧示範的時候，其實我有一個現場的表演嘛吼。按這個係闽農人啊，
啊，你就建议讲，譬如讲美浓有什么样的可以去邀请的在地团体，某嘛可以适合去展现我们美浓的文化特色的那种表演有冇？像譬如讲，我哋嘅福安国小，就安尼乜个，佢打鼓嘅，然後乜个烏里烏克麗麗，嗰種我哋嘅也有。還有非洲鼓吧？我嘅有客家表演嘅度，像我哋中菜上，我哋像種吉步吉嘅咩，伊都搞到一啲表演啦，都彩塔嘅度呢，也做得嚟嚟 P.R. 噴入嘅活動，加上遊戲嗰種嘅都。有佢話藝入邊都有一年，有幾年做得嚟聽說，嚟發展我哋面咯，嚟表演啊，喺度客家那個音樂啊。因為你看嘛，其實你現在就是有個基地，就是在美濃嘛。那其實美濃來說的話，它其實有當地有非常豐富的一些表演的文化的一些底蘊，或者是它的一些團體。那未來有沒有打算把這些表演的方式給納進去？有，像我在前陣子去衛武營戲劇院欣賞到那個《立生之歌》，就是在講鍾理和的一些愛情故事。我坐在上面看，我覺得這種東西端來美濃是多好了，尤其端到我那一種戶外那種場域，上面都是櫻花，因為我那邊場域有很多熱帶櫻花嘛。你看在那邊表演，然後美濃觀光客又那麼多，他們搞不好，我弄一場這個，大家一定，美濃離市區很近啊，30-40分鐘車程過來，大家去欣賞。然後我可以設計一個不一樣的餐會，然後大家可以去看這鍾理和這種故事啊，跟客家文化有一些關係的一些戲劇啊，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等於是一個像定目劇的方式放到那裡，我覺得很適合，非常適合，而且又是在美濃這個地方，不也就是說我一定要跑到戲劇院什麼，這個也是一個增加美濃當地的一些觀光非常好的一個方式，而且以表演的地方就剛剛好就是它故事發展的地方。對，是的。對，那像其實你像搬到地方第6年，然後其實你在美濃也有了一個基地。那其實對於你怎樣的發展這過程裡面，你自己本身有用在地的員工嗎？還是說其實你都是一個人自己的單打獨鬥？在地的員工有，你開始在整理，因為像我辦這個活動，不是說我現在要辦馬上就可以辦了，這種準備工作都一定要2個月以上的時間。準備工作即使你到現在那麼有經驗了，還要2個月？要2個月，因為你看我的南瓜藤，我的生長時間一定都要1-2個月的時間。對，就是等梅雨季節停，東北季風來開始去做。對，這個都要是這個事先準備的時間真的很難，因為還要保養你農地的整理啊，那個包括有雜草啊什麼，你就是梅雨季節之後，整個農地都是亂的。那你就發現很多耕耘車啊，很多什麼都開始出來，大家都開始在農事會變得很忙碌，就等於是因為是場地是在野外的關係，所以說其實場地的保養這件事情反而是很費工的一件事情，很費工的一件事情，因為它上面的東西都是有生命的東西。對，不像是一般的餐廳，它其實就是一個反正你把門關起來，你就大概打掃一下，大概就維持那個樣子就可以了。對，我們這個都是要整理的。對，因為其實草隨時在長，雨可能隨時也什麼會下來，什麼時候會泥濘也不清楚。那有關一些，譬如說這樣子的那種餐會的形式，我想其實對很多餐飲學校的人來說，應該都是算是一個很新鮮的方式啊。那有沒有學生是說，要到你那邊去實習啊？有，辦戶外餐會啊，我講真的，跟餐飲學校產學合作是很重要的一環。這一個東西，你如果可以做到跟他們合作的那種契機包辦方式，你會節省很多成本。那我講真的，我也是有試着去找其他的餐飲學校的學校的那些老師。那目前為止跟我合作最好的就是南州的那個慈惠，對，他老實說那個默契很好了，擺盤不對一講，下一次就不一樣了。那慈惠很厲害，我講真的，我敢說他現在在高雄，現在在台灣啊，如果要找一些在戶外餐會的那種實務經驗，像他那麼熟悉的，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最強的。然後產學合這個跟餐飲學校也很重要，像我都會盡量說，如果我這一年的獲利是可觀的，那老師那邊也是會給我一些資訊，說，他的學生可能他是低收入戶，這方面我就會想辦法去挪出一些當獎學金。那還有一點就是說，他們離他們學校畢業，他們可能要去做實習，那其實他們會去找一些，他們想要在哪邊工作。那我就會用我在一些餐飲業的一些影響力，比如說我去跟一些餐廳、一些飯店的主廚都很熟啊，一些行政人員都很熟，我都會盡量幫他們
拿履历去帮他们应征，而且媒合度很高，非常高。像我们今年就真的是媒合很多餐饮学校的学生去一些大饭店实习，对，都做到这样。等于公，其实这些人可能未来也会变成可能你的预备的员工，或者是说，其实他其实不在你的系统下工作，其实他在别的工作下的时候，其实他也会很感念当时你给他这样的一个实习的机会了。那同时我想问一下李总哈，因为其实以家提一篇有做6年嘛，家提面农嘛，对嘛哈？你希望讲以下一把可以聘用的法通，有冇个期望？希望就讲一到我哋嘅农民吼，拿菜吼，我哋即个种嘅一到啊吼，啲农民吼都过辛苦嘅，也讲也中低收入，之前也有请嘅啲大数入户，吼过辛苦嘅人也有去参加人嘅产品，免费就他，就是也好，就是对我嚟到吼，就讲中低收入名差嘅都帮我有得等于去。试呀，试的东西，我爱跟农产品，还有寄亚夫，这是人去家种的东西，这是有机的，那苗的地方往事的，都去买呀个东西，食到本人也健康，也买加吃到要国果。希望讲我哋农民，农民朋友过到有冇附加代子生活要过好，希望安尼有人潮，带到人潮。我哋东西买到过好，过有价值都买到钱嘛，买过有生活都过好，都希望都安尼。等于个透过这个产品，真正有改善了这个现价位的情形哦。嘿嘿嘿。伊个金华产品的伊个创立头，伊唔单止系伊个示范的地方，嘛唔单止系个示范的基地，同时嘛可以以面入个基地，可以认识菜地的文化，接触到菜地的小农，用菜地的小农有过多的基地去展现出伊也要按好的农产品。今日我感谢我的南期，还有我的李总来现场同分享安东的故事。好，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再听下来现场来运动运动。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